港島區嘅樓價向來被提高一線，由新世界與港鐵等合作發展，屬於黃竹坑站港島南岸5A 期嘅奧臣，早前已經推出咗首批單位招標。今次介紹嘅連裝修經改動示範單位，以第1A 座38樓 P2 室為藍本，實用面積1706方尺，4房雙套連工人房間隔，屬於項目標準單位嘅樓王。示範單位以歐陸式設計，以啡色等大地嘅色系為主調，凸顯成熟典雅嘅品味。客飯廳放置大型梳化、茶几、8人圓形餐台之後，仍有唔少嘅活動空間。設計師將其中一個客房拆咗，改成小酒庫，擴大咗客廳嘅空間。露台連工作平台面積有75方尺，凸顯咗豪宅嘅氣派。預計可以觀賞到深水灣及南區一帶嘅連綿山景。廚房以梗廚設計，配套家電齊備，以德國品牌 Miele Gaggenau 為主。工作台面闊落，並且設有工人房。至於3間睡房，亮點就係主人套房，面積估計超過180方尺，空間感相當唔錯。擺放雙人大床之後，亦可3邊上落床。套房浴室大膽採用大量嘅玻璃裝飾，配合英倫風格嘅地磚，玩味十足，又帶點歐陸酒店嘅氛圍。至於另外2間睡房，其中一間屬於套房，估計面積超過90方尺，而另一個房間就係以小男孩嘅設計為主調。奧臣預計喺明年11月落成，與港鐵黃竹坑站區內指標商場The Southside近在咫尺，屬於奧臣最大嘅地理優勢。